有研究指出，在灾害发生的时阵，第一时间民众若是会当靠家己的力量自救，或者是互相帮助，就会当较有机会把大部分的人拢救出来。淡水区公所今年针对淡水旧街迄颗例加强训练在地里民，加做防灾师，希望会当提升社区的安全，也保护去遐佚佗的游客。灾害发生的时，淡水好友宫内的妈祖神像安怎来保护？淡水区第2个月总共800个课程，要培养老家街区的里面加做防灾师，希望伫发生灾害，救灾人员也未到进前，会使先自救。外远的所在，咱就爱去甲人动起来。电击器的使用啦 ，CPR 啦，吼，啊个噎到的时要怎急救安尼。因有体验以后，家己就知讲伊家己责任在对搭。哦，这个所在啊，全部这块吼，就是咱来疏散咱这游客的所在。区公所计共招40个里民来上课，9月时佫会去市政府消防局受训练，正式摕到证照。希望透过这种方式，增加老家街区的安全，唔但保护里民，也保护来老家佚佗的游客。一个灾害发生的时阵，咱家己救家己是占10成，啊，别人来救占2成，包括政府啦，包括这单位来救的占1成了了。互咱防灾士分布咱各个社区、各个里，会当足紧的就来救灾。他们平常都在这一带生活，如果说周遭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或是有什么可能的灾害，他们受过训练，他们的警觉性跟之前都不一样了。区公所表示，过去就咧推测相关计划，今年是针对老街商业区搁再加强，未来也会继续推广，大大增加里面防灾师的数量。记者郭富长随新北报道。